有声书啦，里面的影片目录，然后顺序调整，26时，尽量从《史记》开始排列，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，这叫4史。调整顺序，按那个左边的缩图，你看图片的左边有个那个数学符号，你看数学符号，计算题数，然后等于那个数学符号。按住那个缩图，要靠近那个等于那个符号，2条短横线，数学计算题那个等于符号，靠近那个符号，然后按下去就可以上下移动了，按久一点，上下移动。尽量照顺序排列。三国志是正史，三国演义不是正史，三国演义不是正史，三国志演义是属于历史小说。那不影响的就跳过去了。那《史记》的内容很多，你看，《史记》来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。有声书呢，电脑程式念的呢，有些破音字会念错。那这个文稿呢，可能是简体字变中文了，变繁体字，有些字会错误。公里的里啦，云啦，跟你说话那个云跟那个云彩云的云不搞混啦。北斗七星的斗跟斗争的斗搞混了，公里的里跟里面的里外里面的里搞混了，皇后的后跟后天后来的后后面的后搞混了。好像送书还没有送过来，还是没有加入啊，没有加入播放清单了，送其良辰了，送书没有，陈书也没有加入播放清单呢。这个要从这个啦，从这个 YouTube 进去，然后我的频道有没有？按右上角频道的徽章，右上角频道徽章，有没有看到？你的频道，按你的频道，你的频道进来，按右下角媒体库，右下角媒体库有没有？那上面是你看过的那个记录，有没有看到？26时在这边，播放清单26时，新成立的播放清单会在上面，播放清单按进去，你看就可以调整顺序了。要从这边进来的才能够调整顺序哦。
从你的频道进去播放清单，媒体库播放清单找到以后，再进入调整顺序哦，不然哦，左边没有2条横线，没有办法调整顺序。26史尽量照那个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《三国志》，然后来西晋、东晋啊，可能叫晋书啊，韩西晋跟东晋啊，晋书，然后来南北朝啊，有宋书啦、南齐书啦、梁书啦、陈书啦，然后北朝的北齐书啦，然后北周书啦，还是叫周书啊？这个还要再查，然后来魏书啦，就是那个鲜卑人的拓跋魏。古文观止这个是混加到里面的了，这个不是26史的。不是，这个是不是的，可以把它移除掉。但是还有含题库啊，附加题库，手机念的呢。你看高中历史题库啊，还有附加其他的内容，还有你看日文司马迁史记，电脑程式可以念日文呢，中文、英文、日文。你看，还有古代的闽南语，古代的闽南语，古代的汉语、雅语、雅典的雅语，广东话、客家话，可能还有西藏语都有了。要先安装语言包。《三国志演义》这个就不是26史正史，附加进去的了。《史记》的内容就很多了，也有这个浏览的。字体也有用那个隶书的加注音的。早期用全萤幕，后来用那个左右萤幕分割，左边浏览，右边有声书。可以到那个工作室里面去找到那个陈书啦、宋书、陈书啦，看看没有加入播放清单，要把它加入以后再到这边来调整顺序。